乡亲啊，台南车展来了！伫咧桂林大台南会展中心啊，盛大开幕。这边超过100间的厂商啊，520家单位全部拢客满。内底啊，包括汽车、机车各款的零件是百款啊。有兴趣的民众来参观。2026台南车展伫咧大台南会展中心登场了。这届车展邀请全国上百间的厂商，有汽车、机车配件是真多元。市政府呢，连续支持了我们3届，这3年来我们1年办得比1年更好，1年办得比1年更盛大。那今年是第4届，由我们工商时报自主来举办，所有的这个参展厂商的支持，还有各位贵宾的支持，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办下去。今年车展是第4届，唔但展现技术的创新加产品的多元，嘛表现出南台湾汽机车产业的实力。那通过这样子的展览，让可以大家更知道台南的在地化。今年特别在地化，那特别让我们整个可以发扬更光大。这届车展为今仔日一直到2月初1，活动嘛配合台南的购物节，欢迎全国的民众做回来参与台湾上届热烈的车展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